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9，申命記4章36節安尼講：伊對天，互恁聽見伊的聲，為着要教示恁，閣佇地上，互恁看到伊的大火，聽到伊對火中甲恁講的話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聽見你對火中甲阮講的話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永活永在的全能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主愛天父，主啊，我們專心感謝你，我們不用你一切奇妙的作為，我們因為你歡喜快樂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我們稱讚你的名，認識你的名的人，攏要來倚靠你，因為你毋捌棄殺追求你的人。主啊，我們專心來追求你。主啊，你對天，互阮聽見你的聲，為着要教示阮，親像摩西佇曠野刺皮的火焰中，聽見你的聲，你也要佇地上，互阮看到你的大火，聽到你對火中甲阮講的話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